另外一個面來看到國民黨桃園市議員參選人許公陽啊，進前啊一寡對伊不利的消息。伊的媽媽就是立法委員萬美玲講啊，許公陽迄當時啊無做兵啊，是因為是太大顆的120公斤。但是針對這款的講法啊，有政治評論員伊把過去的相片摕出來，講你這個型都無親像120公斤啊。所以即馬這個不利的消息一直出來，傳出了桃園的黨部可能會當抗退，叫伊莫去選啊。但是黨部主委馬上出來澄清啊，伊講並無抗退，這禮拜會對針對所有的代志出來做一個說明。開會時間，立院交通委員會所康多所應該出現的國民黨立委萬美玲，唔那是人無夠，就連簽到攏無，這個人繼續閃避，敢講跟後生許公陽傳出可能退選有關係。這個就讓萬美玲他們家族自己決定。人個家內事，共黨的立委無權加講，就算許公陽進前為霸凌等指控回失的，不過因為學歷史，原來佇咧網絡咧燒。啊，那許公陽面對討論，原來堅持參選到底。有消息指出，國民黨桃園市黨部出手協調，打算可抗許公陽退選。我們現在在走一些程序啦，不是這個意思。是什麼樣的程序？這個現在不便說明，希望能夠有一個圓滿的一個解決了。市黨部強調，可抗伊退選的傳言不是事實，上緊這禮拜對外說明結果。啊，那桃園市長張善政聽到關鍵字。我們只談今天的這個考察。這態度是真低調，不過風波是愈來愈烈，港區議員嘛唔望當事人趕緊出來說明。市長本身自己要出來說明清楚，對社會大眾沒辦法說清楚，躲在政黨後面，那政黨就會受傷嘛。這個行程是在颱風走之後，所以我猜他參選到底的決心應該是有的了。不過許公陽那是霸凌跋筊等爭議，無做兵的代志，馬上壓出來。他是沒有當兵沒有錯，我就講一下哈，他那時候120公斤。不過政治評論員吳正義拋出許公陽2020年的相片，質疑這款的身材敢有120公斤，更加要求公開許公陽兵役體檢的記錄，爭議繼續咧燒。